伫咧新竹的保基团体有举办夏令营，唔管算游戏或者是布袋戏教学，全程拢讲台语。囡仔用台语来算一两三插头人，还佫变换暗光小、水角角等等的动物，大家算了足欢喜。迄戏剧课，佮有就是佮有迄个做布袋戏的课。台语足趣味的嘛。真趣味。吼，所有的囡仔拢浸伫个台语的环境内面，我感觉安尼就好诶。现场佫有完全袂晓台语的囡仔，讲活动参加煞，等去厝也要开始参时大学讲台语。我回去会跟阿公阿妈多讲一些台语。来石头来啊，石头来啊！来开始发光哦！新竹武器囡仔区第8月举办台语夏令营，课程包括台语游戏、台语戏剧教学，佮有布袋戏红仔 DIY 活动，要互囡仔过一个无共款的热闹。阮有一个故事，一个菜园的老阿嬷，所以阮为迄个菜园的菜啊，迄个阿嬷有一个石头啊，石头无去啊，后来就是一寡动物，伊来甲伊斗找，所以这内底有会使学到菜、动物啊，菜甲动物。主办单位讲，其实厝内就是上好学习的所在。举办台语夏令营，只是帮助囡仔开始教义台语，鼓励大家平常时就来较常讲台语，打造一个不语好环境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